小放牛音乐又响起，3月来，桃花儿红，杏花儿白，水仙花儿开，又只见那芍药牡丹全一开，妈妈一儿一哟嘿，我要住在哪一句？蔡秋凤。就在杏花村。大家不要乱点，真的观众很多，很希望看到你模仿蔡秋凤。这短短的几句还得模仿蔡秋凤，这短短几句点到就好啦。哇，别出难题。今天笑话也挺好笑。对。哎，是今天这个笑话是这样，有个外交官啊，这个常常出国考察，是这次到南非去了啊，南非啊，哇，那南非的部落就很多了。是。这个酋长很高兴啊。好，酋长呢就是中间翻译研究的结果，翻译也了解他的意思，要求这个酋长明天来一场高尔夫球赛。哦，球序。哎，那酋长就跟这个翻译的呼噜就讲了半天。酋长说接受了明天的高尔夫球。哎呀，就是还是这怎么讲？部落里面的王嘛，他总是一些时代流行，他都知道。打高尔夫球没问题。那个就呼噜一直讲他这酋长什么意思啊？酋长说后面这一群女的那么一大堆都是他的妻妾，3妻4妾这样。酋长太太这么多啊！哎呦，然后一下推来推去，推了一个到前面来。那女的看着他说：“这是什么意思啊？”酋长的意思，这本地的风俗，他的妻妾里面要派一位，今天晚上要照顾你。照顾是什么意思？就服侍他就对。就是晚上他也要接受这份礼物，一定要有一点作为才行。这是一份特别的礼物。而且你不动他也不行啊。代表你是不是看不起他？他那我可不可以不动？不行，这里的风俗你一定要动，否则回去明天打报告给这个酋长，他还不太高兴。把那个妾 fire 掉。那就照他们的方式，晚上就要来一点这个娱性节目了，就要在一起。这一段过程做完了，中间因为言语不通啊，一边做就觉得这个酋长派来这个太太啊，做了这个中途老是一直表达言语不通啊，做了一半都是呼个小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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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呼个小嘎，呼个小嘎，什么意思？反正也听不懂，不要理他了。这是办完的事，他就好好睡觉。是。明天就跟他先生打球嘛。在球场上打球。就来，大家打的都很愉快。高尔夫球的，轮到他发球了。是。啪，球出去。本来打了第一洞，就他打了第二洞去了。越过去了。就土人都上前来。看了找到那个球了。呼个小嘎，呼个小嘎，呼个小嘎。这为了翻译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打错洞了的啊。咱没东西，这个艺术啊，是的。大家开始换到下一个部落。也是跟这酋长讲好。是。明天要球赛友谊赛一下。对。照了风俗也差不多。马西派几个太太来，今天晚上要招待他按那一集的。是。而且一问过这个导游跟这个翻译说，也是要照单全收。今晚一定要有一点作为。你妈贪丢哎！不就是嘛，不作为不行，照人家的礼俗啊。晚上太太送来了，也是。把这个事要办完，这办完的过程中间，这个太太奇怪了，一直在讲呼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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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讲什么？什么呼啦呼啦？这言语又不通，不管了，做完就这样算了。明天跟他先生打球，到了球场去打球，有一个10码的这个距离的在果岭上面停掉了，在6码左右，本来要打10码，6码就停掉。那土人都上来看那个球，呼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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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什么意思？太短了，距离太。呼啦呼啦呼啦，呼啦呼啦，那是哪一个外交官？